兄弟们，一生木马架。你们看到我拿菜刀，知道我去干什么了？不是在草鱼的路上，就是在吃医生的路上。走，今天又来一条鸡眼木马架，让你们嘴馋一下。哇！在江边吃医生，那是很自由的，随便你捞。老规矩，鲨鱼，把它浇晕。哇！用鱼鳃放水，再做。渔民的生活离不开医生，鱼也离不开我们。从鱼背上继续来一刀，哇，这条鱼够生猛。我们切个带骨的木马架，必要的精料都在这里了。现在我们立马杀刀切的。哇，带骨，听到骨头的声音吗？够了。又是吃医生的一天，我要尝一下你们先。花生油。酱油、胡椒粉，去腥暖胃。哇，够了。这个叫什么？来点灵魂香菜。爽。没有酸料，有灵魂香菜都可以搭配的。开吃了。还是先来一口木马架。哇，满满一口。带洋烧山，不用带帽了。有点正骨，慢慢嚼有骨髓香味。哇，爽！继续。没酸料就用灵魂菜再代替，不用煤气的生活就这样了。哇！真连老头在。香。哇，爽！继续。停不下来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个是鱼肉，纯鱼肉的这样，没带骨。漂亮。哇，爽。喜欢吗？下次约你们。今天的晚餐有这条鱼足够了，来找我，医生交代你们。
江里面的鱼随便你钓，你选哪一条我就做哪一条。